第四个部分，我老雪玲姐来分享到，佢啲客家幼儿园地位，来做菜嘅过程。韩国咧，做菜嘅经验係咪本佢啲嘅比賽地位脱颖而出嘅咧？哇哦！你家下懂辛苦嘅吼，有個立馬下嘅炒肉，韓國先炒雞湯，跟住你就來開始先來品嚐。好，一樣嘅來。世家全部夾部分吼。一樣夾。一樣來。葱誒。油嘅豆腐乾。豬肉。嗱，安尼一口落去。好有层次感哦！你講嘅一層一層那種夾起來咧，韓國嘅啲豆腐乾啊，加有講到嘛，充電係咪講？油鮮湯高，這樣唔係團體，古時你係一條嘅哦，你講唔係冇加一個重點步驟，無鮮湯高去下去炒吼，佢就會團體。對，我有咁樣就會，團體出去，感覺當好，全部係。炒一下，甘酥一下，因為暗香暗紅身，韓國咧，因為你講嘅客家嘅米絲啊，醬香，又唔可以講到油哦，兩體面唔可以油啊，係哦，一下就由喺牙嚟打開嚟一個鮮臭嘅湯嗬，哎呦，好，跟住你就先撈，我先走。搞本來你嘅雪玲姐，或者我係撈雪玲姐嚟，冇人啊，你要專業啊。大家嘅重點，那係番薯。大家鮮臭嘅湯，我們有講到啊，你用到嘅係鮮臭加落去，鮮臭你動情呢，動情爽。好，來，什麼？你嘅雪玲姐，哇，好，來，咱咪講吼，肉，韓國嘅番薯，你吼，係玉米雞，所以講你。整哦，讓你嘟嘟好落水，入口即化，我蹦得一湯。佢做得，比如排骨落去整，沒做得。排骨做你講豬肉排骨，講做雞肉，一般就會用咧豬肉撈雞肉嘛，係會用乜嘅其他肉嚟去做嘛？香雞沒做得啦。香雞係咩？你叫咩？係玉米雞。哇！而家點一桶啊？其實我係錯講，剛明錯講凍嘢咧很燥熱啊，馬上就退火了你哦。嗰種嘅感覺啊！你睇係鮮臭茶煮雞個，係咪鮮臭雞同係嘅順風嘅係鮮臭茶，放嚟嚟試下。同錢用咧。係啊，完全就係講，哇！加油講到嘅係無加乜雞嘢啦，即係要人懂情量啊你。你講到話雪玲姐你3萬嘅鄉里嘅幼兒園，做做主廚做本小朋友使有20人嘅咧，你有乜嘅特別嘅方法啦？還有講乜嘅厲害嘅功夫虜獲一條小朋友的胃口咧其實呢。我上班，我平常我自己良心做事情。你做嘛還是咧，做唔得加不健康的東西落去俾人食，食物的原有的食材的味道。嘅米絲。像我哋鮮臭雞，我沒有做俾成人食；炒肉，我沒有專門小朋友食。你做唔得嚟炒到香啊？度好，拿捏。拿捏得很精準。將好教小朋友當漢堡，一日我來包水餃、餛飩，乜嘅都自己做，冇去買現成嘅。全部自己來。那就會講到3萬鄉里幼兒園同學真嘅係非常嘅幸福啊！我家有講到客家菜咁樣，一年會有100，會有100嘅。佢對於講啲嘅幼兒園但係嘅廚師韓國有行上嘅講參加比賽嘛。係咪因為有按你嘅經驗，故所去參加比賽時間就會哎呦，所以熟能生巧，就打動到會條命轉來。冇樣啦，要去學習一下來啦。我要特別去當接去參加發通，
参加艺术的活动，公益做公益的活动，还有咧，我做料理，尽量用在地的食材、在地的食材来做料理。你的小朋友食的要较健康，啊，点方面食的较安心嘛。唔好讲专门拿化学品来做，拿即食品来做，佮做唔得咧。故说我刚才对一开始啊，你开始煮菜啊，都要最后尾啊，就会一直这个贯彻始终一个就是食健康、食康健呢。就用田野的色彩来去做到。对。你估出来你咩转到啊？你咁样嘅课程嘅内容哦来讲到啊，讲有好多嘅客家嘅饮食文化地位，有哪条嘅观念吼？像係講呀嘅草藥地位，係因為咧，我像嘅油味啊，係咪拜過後，你拜到呀條嘅食材，跟住對呀條嘅食材來去煮菜來煮東西。錯 ，OK。嘅韓國咧，你講到呀嘅鹹醋啊、鹹鹽醋啊，呀嘅故事啊，就有呀嘅鹹醋雞湯，就釀出菜安尼嘅故事就走出來咧，每本大家去了解到呀嘅客家文化嘅特色，嗰到呀嘅最後尾係乜嘅？有講到唔單止講鹹醋雞湯啊，韓國有呀嘅菜脯嘅雞湯啊，醬缸的這個文化，醬缸文化，因為你呀客家文化地位東沖嘅一點，故說你見咩呀嘅課程嘅內容真係動搖程度好多嘅動作，韓國本大家嚟了解呀嘅客家嘅文化。嘅見面就是沈雪玲姐，謝謝。哇，你大家待會要亮出按讚到嘅菜哦，嘅哈克網絡學院就到呢邊結束了哦，嚟見面主持人紀賢咧，你阿二拜上嚟了。